个风台就要到位了，花莲陆续传出着灾情，而这个吉安乡有3个村里将近1000户来停电，也有土石流，嘛影响到铁公路部分的交通。像这个火车，除了北回线停驶，下晡3点以后，花东线甲南回线嘛拢停驶咯。 代替花莲站大厅，真侪民众排队咧等。原本坐车要上北的民众到车头才知影火车无开。没有，一直到了火车进站之后才知道说，哦，他是还没有开车。民众真无奈，干来当等。风台也未真正发威，不过伫咧花莲已经造成一寡灾情。目前代替总直河林路段双线未通，西正线部分受到土石流影响，地输路线断去，东正线嘛咧进行预防性封锁，区间车拢无开。若想要上北，干来当坐南回。 接获通报，在我们 K56+900的位置，公路上方已经有土石流的部分。那为了行车上面的安全，我们采取预防性的封锁。那苏花公路台九线早起嘛发生土石流，阻断公路铁路的交通。 164.5公里总直路段发生崩落，苏澳到总直到台九顶线，苏澳到河林路段开始预防性的道路封锁，刚来当出去袂当入来，为中昼12点开始。 民众翕影片，风雨是真大，连电拢停啊！吉安乡大约有890户停电，台电继续咧抢修。早上铁公路的部分已经封闭了哈，那所以这个秀林乡公所对于大和平地区的部分也宣布了停班停课。民众甲清洁队进行清沟的作业，甲水沟坎挂顶悬的叶啊、塑胶有诶无诶拢总清掉，保持排水的顺利。山台风台的威力袂当看轻，东台湾的民众真积极，提早做好预防的准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